但是咱来了解就是讲，这个办事处是伫 USMG 下面的表面镇，应该是一个台湾 Coordination Office。因为若是即个省下，伊也毋是一个国家，照国是无外交政策。所以我伫台湾真侪人讲，你过代表、过代表、过代赛，其实这是家己搁再讨论的所在。所以我是目前我是想讲，迄是一个台湾 Coordination Office。人已经甲我讲，有可能有3间办公室，我一间边仔佫有2间，可能有办公室，是会客室，可能有10个人。当遐开会，是讲另外一间会议室有10个人，会当搁遐开会。会客室爱当10个人，会议室爱当10个人。甚至有人咧甲我问讲，你的宿舍毋知要one bedroom还是two bedroom你想要倒位我讲恁甲我安排就好，最好是交通方便、安全。地点安尼，你设立对，我就设立对。什么对？我是因为当下才4月2号才产生我这代表嘛，所以一直还在运作中嘛，我会当甲各位报告一下。Can I ask for one more question? Okay, sure. 你有甲我讲讲迄个 State Department 邀请恁来做一个代表办公室，迄个邀请文正式的邀请文。这我来报告。我来报告较接近就是。实际上，这个案件为头到尾台湾人是被动，你要听清楚。这个 idea 毋是台湾人发起的 idea 就是，因为最近国际上发生真侪问题，奥巴马和胡锦涛见面那个写信，以及种种的这个问题是毋是讲台湾人讲阮要说啥物会免说，毋是安尼，是美国人看甲挡袂牢就是啦。我也若无搁来牵手恁到底要行倒一条路都毋知。摊仔咧讲了，台湾讲至少有20个通过去啊，美国听咧无煞煞就是啦。所以爱互台湾人会当强势，有一种思想一种所在。所以应该你怎讲啥物人，实际上我看袂出来。我敢若会当用咱是电影的态度讲我讲 French connection， 我讲 DC connection， 这个管道实际上2006年，我是头一个接到这个电话啦。伊要查智商的电话号码，是唯一开始。但是这个人含种事情，佮几若个月以前都有一个接触，因为用一篇文章去感动着State Department，当然也佮有一款理念的人，实际上是唯一开始就是啦。所以到今仔日这条路已经3个官司，佮加2个官司，已经5个官司伫美国的法院咧做。这是美国，若要讲是讲DC connection，DC connection 是毋是会当正式做这个代志？我的answer是 no， 这是讲记录不在剑上的面啦，袂当伫铺盖顶悬写安怎，无可能有迄款面。若是有可能，我是用较婉转的表达的方式，大家看，法律讲是安怎做事情。他拄大气电报有来采访，因是安怎有遐个大的财力伫啊？讲到对，伫西藏遐地下运动经费为倒来，新疆还是维吾尔，迄个查某代表是安怎有办法将所有的钱寄去伊的故乡，伫地下咧运作？而且开始，咱搁看卖历史，韩国的历史、菲律宾的历史、越南的历史，有真侪代志是毋是美国政府正统的系统做代志，但是有边仔有一寡人伫做代志。这你若讲小可查一寡报纸的报道，还是讲杂志的报道就应该会当体会。我即摆敢若会当甲你讲，again，
毋是台湾人主动的，确实是为外口，恁着爱安尼来做，啊，佫真具体的。我讲我无钱啊，我无人啊，人你爱找啊，钱要想办法啊。但是因有意思要来斗骹手，所以头拄仔讲，即个地点3间房间加2个会计室，即个毋是咱去找，无半个去甲律师找啦，迄边过来。甚至 Victoria 要去美国即个代志，正式哦，爱同意前哦，大使和大使的交换一定是对方爱同意前，然后要求啥物人要来，资料拢怎过来。我讲 OK， 较来；若讲 no OK， 毋通来。那这手续拢是有办过哦，毋是无办过哦。啊，我迄边的讲下。或者较白，computer 内底啦吼，同意权，啊，这地点同日到，2个 email 同日到，所以我会当向乡亲报告，啊，我会讲白说白讲不知，恁大家拢知影，吼，6年前也是讲遐个话，今仔日也是讲遮个话，吼，啊，红妈也是讲遐个话，无红妈也是讲遐个话，拢是遮个话，就是讲事实是安怎就是安尼，但是是毋是安尼就讲足有希望安尼 ？No，not it。我那是爱靠台湾人，我个人的感想，伊不过是这个机会，互你，即摆看恁台湾人要安怎表现。你这个机会，恁台湾人确实是有办法保护无？大家email来看过啊，你说了讲要去，就已经有人伫，it's a joke， 在开玩笑，就已经有人伫批评安尼吼，这无法度的代志，永远是无法度的代志。但是吼，阮无管是安怎互批评，这条路继续行。啊，有那是需要大家乡亲会当斗骹手。假定讲万一，若无钱，就要安怎？我会估计，大家做参考。若有700万美金，2年的中间，华府会当做足好的工作。伊头早讲的大部分的工作，2年中间应该会当完成。这是我个人的评估，同我个人的希望是安尼。所以这大约，互大家有这观念，有这了解。毋是白贼，毋是为好人，吼，it's real 是真诶啦。但是爱大家吼来支持来建起来。若讲要算人头吼，为华府到台北中间，就是讲为华府这事务所到台北这个人民政府的事务所，这中间爱偌济人呢？至少爱700万了头壳嘛，爱连起来吼，这个才会成啦。啊，若无这人数的 support。人数的支持吼，嘛是搁拖去，所以爱每一个人，我在记者招待会迄阵我讲，每一个人伫这一宿，等于翁爱甲某讲，吼，某爱甲囡仔讲，吼，爱甲朋友讲，就是讲，平民政府，这个话一直讲吼，咱的美梦，咱的愿景，才会实现。这是我个人的感想，所以这吼。谈到要讲较一寡，我就补充一下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多谢。是当大家讲对民政府啦吼，伊有是安怎讲？OK， 这个我是有一个消息啦吼，为台湾来洛杉矶的朋友，你若讲这互台湾人的朋友讲吼，足好个啦吼，但是美国是毋是真正会出手？美国是毋是真正会出手？希望美国会出手，这是最大公约数啦，台湾人的想法。真好，希望是安尼，但是有一个 question mark， 你咧讲是毋是真正呢？美国是毋是会出手呢？大概是安尼，这咱在教育啊，因为实在有这个怀疑，因为65年的洗脑教育啊，无相信中华民国以外的人讲，因为也无媒体，也无radio，也无电视。所以台湾人是无相信讲确实是安尼，无这个相信，有这个怀疑但是有这个希望这是真诶，毋是假但是呢就是迄句，美国政府是毋是真正会出手？我的 question 是迄个 official 态度啦吼，像伊咧讲是 civil government 吼，是 Formosan civil government or Taiwanese civil government。
手态度是什么？是即马规定是安尼啦吼，咱讲即马已经